具消毒法。為咗確保嬰兒嘅健康，BB 嘅奶具必須要至少每24小時消毒一次，而消毒嘅方法就包括咗煮沸消毒法、化學藥片消毒法、蒸汽消毒法。而家就讓我哋為大家介紹一下最常用嚟消毒奶瓶嘅煮沸消毒法。物品預備方面，包括咗專用嚟消毒 BB 奶具嘅煲啦、奶樽6至8個，用嚟清潔嘅刷同埋鉗。煮沸消毒法，用刷清潔奶具，注意奶瓶內外都要清潔。清潔後，將呢個奶瓶、奶蓋、奶嘴分散放入呢個煲內，清水浸過，再放入鉗。並且將呢一個綁住鉗嘅繩放喺煲外，水滾之後再煮5至10分鐘。冷卻後必須要用鉗將呢個奶嘴、奶蓋套回奶瓶上邊，放喺陰涼嘅地方備用1天，即係煲滾之後24小時內都可以使用㗎。開奶嘅方法，物品預備方面就包括咗奶瓶、奶粉、熱水、凍水同埋一把刀。預備開奶之前，必須要先清潔雙手，確保衛生。將適量嘅溫水倒入已經消毒好嘅奶瓶裏邊，或者可以先倒入凍水，然後加入適量嘅熱水。以雙眼嘅水平線位置量度水嘅份量，即雙眼與水位頂部平衡。開奶粉嘅時候，參閱奶粉製造商喺罐上面嘅指示，睇下幾多平克嘅奶粉加幾多安士嘅水，切勿自行加減奶粉嘅份量啊！再加入適量嘅平克奶粉沖調搖勻，注意沖調後嘅奶量會比原先嘅水量為多，呢一個係正常㗎。餵飼嘅奶量同埋次數需要視乎嬰兒嘅需要。一般係每3至4小時餵飼一次，進奶量就必須以出院時嘅奶量漸進式嚟到增加，每一日每餐可以增加半安士，而出生後第1個月最多可以每4小時進食4安士嘅奶。除奶之外，切勿給予新生嬰兒進食任何嘅食物同埋飲料，包括咗水，以免影響 BB 嘅進食奶量啊。此外，觀察嬰兒排小便嘅次數，從而可以知道 BB 嘅進奶量係咪足夠。而每一日排量多嘅小便最少都有6次㗎，否則就要向醫護人員查詢㗎啦。嬰兒沐浴環境預備，注意室內保暖，關窗。冬天沐浴之前就要開啟暖爐半小時。夏天沐浴之前就要關掉冷氣，確保嬰兒唔會冷親。大部分嘅媽咪喺坐月期間身體都會比較虛弱，容易出現身體不適，嚴重嘅時候甚至會暈倒。如果能夠安排多個人從旁協助，可以確保 BB 同埋媽咪嘅安全啦。BB 必須要完全清醒，如果食咗奶之後最少都要1個鐘頭。或者係2餐奶之間先至好同 BB 沖涼啦。物品預備，物品預備方面包括咗 BB 專用嘅浴盤啦、消毒溶液、梘液、大毛巾、蒸餾水或者24小時內嘅凍開水，70%嘅火酒，同埋 BB 嘅內外衣同埋毛衣、紙尿片同埋棉花球。用消毒溶液或者係番梘水清潔個浴盤，先放入個凍水，然後放熱水，以前臂嘅內側測試個水溫，水嘅深度以浸到 BB 嘅腹部為適合，千祈唔好浸到去個胸口咁深啊！然之後加入呢個梘液。面部清潔。接觸 BB 之前，必須先徹底清潔自己雙手，以防感染。將 BB 放喺一個平面上高，除去衣服，
剩低呢個紙尿片，用大毛巾嚟到包好。用濕有24小時內嘅凍開水嘅棉球嚟到抹眼，由鼻梁向外抹拭1粒棉球用1次，然後清潔 BB 嘅面部、耳朵同埋耳背。洗頭，用手承托 BB 嘅頭、頸、背嘅位置，然之後用拇指同埋中指按壓住個耳殼，冚住個耳窿，以防入水。洗頭之後，用毛巾抹乾。沐浴，除去大毛巾、紙尿片。扶托嘅手勢必須要用手嚟到係握緊 BB 嘅手臂，提起 BB 雙腳，將 BB 半坐喺個浴盆裏邊，先洗頸、胸、腹同埋手腳，注意啲皺褶嘅位置，再洗背部同埋臀部。清潔背部嘅時候，可以轉身或者唔轉身。轉身嘅時候，必須要以手嚟到緊握嬰兒對側嘅腋下，將 BB 伏喺你嘅手臂上高，承托好。沖涼嘅時候，小心避免嬰兒嘅眼同埋鼻入水啊！清潔之後，用毛巾抹乾，先抹乾全身，再抹乾啲皺褶嘅地方。喺呢個時候，亦都可以趁呢個機會嚟到觀察 BB 全身嘅情況，睇下 BB 皮膚上邊有冇一啲嘅紅疹或者粒粒。臍部清潔。用濕有70%嘅消毒火酒棉球抹拭臍部，必須要抹呢一個腹部同埋臍帶相連嘅位置，1粒棉花抹一個圈，直至到清潔為止。注意臍帶脫落嘅時候會有少少嘅滲血，呢個係正常㗎。一般嘅臍帶大概係10至14日就會脫落。如果臍帶嘅部位係有臭味或者周圍嘅皮膚有紅，就應該要求醫診治㗎啦。穿着紙尿片嘅時候，要將呢個紙尿片包喺臍部以下，讓呢個臍部外露，保持乾爽。
着內衣嘅時候，可以先將呢個棉內衣同埋毛衣嚟到套疊，捲起個衫袖，提起 BB 嘅手，將個衫袖套入去 BB 嘅手臂上高，千祈唔好將 BB 嘅手拉入個衫袖裏邊，以防骨關節受損。跟住就可以同 BB 着埋件外袍。如果件衣袖太長嘅話，就可以摺起佢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向當值嘅護士查詢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